什么人？你们干什么？警察，老司令。在中国是共产党掌权，你们信神传福音，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，共产党就要镇压你们，取缔你们。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，都是为洁净拯救人类，你们共产党却疯狂地抵挡全能神，抓捕迫害神选民，你们不觉得这是罪孽吗？罪孽？共产党就是要消灭一切宗教信仰，就是要取缔全能神教会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的上层带领是谁？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方向盘在哪儿？说！不说，我们就电你的下体。说不说？不说，老子今天让你死在这儿！神啊，不管撒旦怎么折磨，我绝不向魔鬼屈服。就是把我折磨死，我也要站住见证，羞辱撒旦。你们怎么把人折磨成这样？你说你这一被抓，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呀。妈，老师同学都说我是邪教头子的女儿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共产党迫害我们信神的人，为什么牵连家人孩子？我们这个家被毁，孩子受这些苦，都是你们做的孽。面向所有人，连续做下蹲动作，蹲。看见没有？他们两个就是信神的。如果你们也去信神，下场和他们一样。神啊，求你加给我力量，使我能忍受这更大的痛苦。彼得信神是追求一切满足神，追求顺服一切出于神的。刑罚审判他能接受，熬炼患难生活的缺乏他也接受，一点怨言没有。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爱神的心，这不是爱神至极吗？神啊，我愿顺服你的主宰安排，就是把牢底坐穿，也要站住见证，满足你。